顶就是路口嘛吼，就是迄个路，迄个路，迄个免等伊的路嘛吼，对啦。所以甲咱开始了，要互咱知影，一切众生该有的啥，咱毋是普通人的吼，咱拢万仙啊！人生最难，伫世间最难是啥？就是这个啥？人生啊，人生难得嘛吼，对啊。啊，世间最难得就是人生啊，人生最难得就是道嘛。今日既然互咱得着啊，吼，得着道啦，吼，咱就爱咱爱开悟，爱去亲入对啦。所以呢，甲你点就是要互你互你人生自己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个个可以成佛。哦，属迷者得醒，就是互你了了人生如幻泡影。哦，你会切啦，毋通搁迷落啦，毋通搁沉迷伫即个世间啦，对啦，毋通想迄个啦，迄啉酒的安尼对啦，吼，爱食迄个啦，迄个毒的安尼吼，忙对啦，吼，属迷者诸幻。伊讲心怀不在，主因逐尘浊。讲咱的良心，咱的良知，毋是无知的，是因为咱足这个良知，色香味触啊，去互这物件甲你蒙蔽安尼尔。哦，这若拍开，就是话像袂迄个果无，迄个果无烧香啦吼，万里晴空对啦吼，所以啊。这个是为了吼，讲世道不息，本来面六尘红感，幻难行啊吼。若得名师轻点化，通天大道在心中。世道就是讲，就是讲咱利用道轮回来，这6万几年，这叫做世道。哦，对人类降世，对人类咧降这世间咧，到现在已经6万几年啦。哦。而且出世来几千届、几万届，咱唔知影。哦，这叫做世道。哦，但是到尾啊，不是本来面。哦，唔知咱本来面目，因为叫面嘛，对啦。因为咱车咧换脸啦，咧变脸啦，变面啦，对啦，吼。啊，这回就是这个面后回出世的，就迄个面，哦，每一个面拢不相像。而且咧搬，顶讲车咧搬厝啦，所以啊，这个离迄个孔子的迄个嘛家书上内底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，鲁哀公咧问啦吼，讲问伊大臣讲啥呢？讲咱这个宫内底有人吼，一个吼，真正有够糊涂对啦，吼。啊，糊涂了，我搬厝啦吼，搬到哪？因某唔知做伙娶伊对啦，吼，我嘛做搬家忘了太太，安尼有糊涂无？哦，其实真正无糊涂啦。咱拢个请环境，你敢知影？你也看嘛吼，迄有当时太太咧坐咱个耳朵摆吼，啊，安尼爬起咱就